咁我哋現在咧有請咁多位主禮嘉賓再次嚟到台上，分別有請消防處分區指揮官新界西郭志軍先生、屯門民政事務專員關可林先生 JP、中聯辦新界工作部處長李偉希處長、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副總經理廖錦霞女士、助理救護總長新界西鍾偉和先生，同埋消防處社區應急先鋒名譽會長會屯門區主席歐善美女士，有請咁多位。咁喺儀式開始之前呢，我哋先將儀式棒交到去我哋嘅主禮嘉賓手上，然後我哋會先影一張嘅合照。嗰息間呢，我哋都會邀請大家一齊數3聲去進行儀式。不過儀式之前呢，我哋要拎住我哋嘅儀式棒，先影一張合照嚇。仲有係咪 ？OK。好，陣間我哋咧邀請所有嘉賓啊，喺倒數3聲之後咧，請主禮嘉賓將手上面嘅儀式棒底部嘅刺針咧一齊敲落前面嘅氣球柱上面。咁咧之後我哋一齊讀出今日嘅口號，好唔好啊？咁今日咧我哋嘅口號咧就係團聚同行，防災應急。大家準備好未咧？準備好，我哋都請市民一齊參與咯喎！我哋一齊數3聲，3、2、1。團聚同行，防災應急。好，2025-2026新界北總區防災應急準備日咧正式啟動啦！